睇大局嘅，但係嘅意思咧就土地供應我要維持中度，我哋睇過今年如果賣4000幾，加埋其他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呢個應該取消啦。嘅360人受影響。佢透露有65歲以上長者每日平均搭14.2次車，政府每個月就要補貼近2200蚊。有60至64歲嘅老人家每日更加搭20程，每月需要補貼4400幾蚊嘅差價。佢話補貼差價長遠只會越嚟越多，優化已經平衡咗各方面因素。第一就係呢個船有車都好過50蚊嘅，咁而家係將來呢個。是一个测试赛，所以就大家都是